社会主义好，社会主义好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，反动派快打倒，社會主義。今日為乜事唱呢首歌呢？因為紐約人民逝去嘅選票選擇了一個唔單係社會主義，更加係向往共產主義嘅新市長，帶領廣大嘅紐約市民跑步進入共產主義。現在我哋睇到喺呢個自由嘅世界，左派係點樣使用自由攻擊自由嘅？紐約成功嘅進入嚟共產主義。新市長上任之後，我哋將會睇到人民公社嘅成立。紐約人民將會享受大陸食大鍋飯嘅待遇，享受坐車冇俾錢嘅待遇。仲有咩？自己大家嘅問題，但結果係咩嘢？可想而知。你冇有錢，冇生產，邊啲嚟咩共產主義啦？但係按照聖經撒母耳記嘅記載，當時上帝同先知撒母耳講，佢就係以色列民嘅王，冇必要再離開選王。但係以色列民心剛硬，一定要選出一個王。所以撒母耳講，要選王係你自己嘅選擇，冇關上帝嘅事，更加冇關佢撒母耳嘅事情。所以今日喺所謂嘅民主自由投票制度下面，紐約人民選出呢個走具有美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嘅呢個市長，將會帶領佢哋進入共產主義嘅紐約，係佢哋自己選嚟嘅。所有後果大家一起睇。所以而家美國我覺得係越嚟越左，係更加嘅左。借求神開恩，沒有再使美國有更加多嘅苦難啊！亦求神開啓你嘅眼，睇清楚呢個市長嘅偽裝。多謝大家喺我嘅呢個特別節目推出之前，特別插播呢個短講。因為而家美國有好多民主黨州有好大嘅變化，包括加州呢個重劃選區，包括而家又選出嚟呢個共產黨員嘅紐約市長，佢好多事情在慢慢都發生中。多謝大家收聽收睇我嘅節目，歡迎大家轉發開啟小鈴鐺。有咩諗同我探討嘅都可以留言，多謝大家。